香港中醫醫院傳承千年智慧，開創醫療新篇。作為香港首間中醫醫院，坐落於將軍澳百勝角路1號，依山傍海而建。我哋提供純中醫、中醫為主及中西醫協作服務，分階段提供門診、住院、日間同社區外展服務，打造全人醫療體系。今年中醫醫院開始提供服務，我哋有中醫嘅門診啦，咁啊有中醫嘅日間病房，我哋有中醫嘅全科服務，有中醫嘅分科服務。中醫院當中嘅服務形式係純中醫啦，中醫為主，中西協作嘅過程。其實醫生團隊當中，我哋有中醫嘅同事啦，有中藥嘅同事啦，我哋有西醫嘅同事，有西藥嘅同事啦，我哋都有輔助醫療嘅物理治療師啊、職業治療師啊、語言治療師啊、社工、護理嘅同事。其實我哋係一個多團隊合作嘅情況咧，希望可以幫到病人。醫院嗰層面嚟講，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站式嘅服務。之前冇中醫院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個病人咧睇完中醫，佢又去睇西醫嘅。呢邊我哋有中醫有中醫，有西醫有西醫，我哋都要檢查化驗 X 光啊、CT 啊、MRI 啊、抽血檢查，我哋都有嘅。對病人嚟講咧，其實好多時候需要咧一個長時間嘅醫療嘅照顧。中醫院提供一個住院服務，所以中醫醫院當中，我哋係第一間有住院服務，同時咧有400張病床啦，可以提供得到病人。病人咧係醫生嘅緊密嘅照顧之下咧，佢更加容易知道病情嘅變化，咁啊更加容易知道嗰個喺不同嘅需求，喺醫生嘅護理啊，咁啊藥房嘅社工嘅照顧之下咧，更加康復恢復得會快。佢係一個智慧型嘅醫院啊，都要智能化嘅系統，醫生跟醫院嘅同事喺操作過程當中更加精準啦，更加科學化。我哋醫生喺度將我煮翻之後，俾一個病房嘅病人食嘅時候咧，過程當中其實涉及到一啲自動化嘅過程，一個自動化嘅劑藥系統，自動化嘅煲藥系統。煲完之後咧，佢個機器人咧可以幫佢送到病房嗰邊。中醫醫院咧唔單係一個醫療平台啦，教育層面嚟講，首間中醫醫院咧，佢就會大學、中文大學跟香港大學中醫中藥嘅學生實習嘅地方。我哋有20張研究嘅病床，佢本身可以做我哋講嘅第一階段啦、第二階段嘅臨床嘅新藥嘅實驗。咁呢啲新藥實驗咧，我哋希望達到係中國內地藥監局嘅標準啦，達到美國 FDA 嘅標準。係新藥研發層面，可以幫到產業界嘅發展。基於香港嘅中藥發展嘅特色情況，咁啊結合翻中國內地嘅經驗，加埋國際層面對中藥發展嘅需求咧，我哋希望可以一方面幫到香港咧，一方面係幫到大灣區，幫埋中國內地本身一啲中藥產業嘅發展。其實我哋都歡迎世界各地嘅藥物研發嘅機構。佢係中程嘅研發過程當中，用香港嘅中醫醫院嘅研發平台咧，係幫手推動中藥產業發展嘅。香港中醫醫院2025年底起分階段投入服務，將優質中醫服務帶進社區，惠澤大眾。呢度係融合傳統智慧與現代科技嘅專業醫療平台，更加係推動本港中醫藥發展、培育專業人才、接軌國際嘅旗艦基地。每一劑良方，每一根銀針，都凝聚住千年智慧同現代科技嘅結晶，立足香港，聯動大灣區，背靠祖國，面向國際舞台。2025年同你共創中醫藥嘅未來。